后来乡亲那边在3月14是白色的情人节，南投德山镇公所每一年拢会趁下坪吊桥这种垂枝女贞的这种3月盛会，当咧大开的时阵来举办着情人节的活动，吸引着真侪翁仔某甲男女朋友来参加。 今一个表达对牵手的感情，不管结婚几60年翁仔某，或者是少年男女朋友，拢趁3月花开花季节，来到德山下坪吊桥参加白色情人节的活动。在浪漫的一个3月雪开满的一个垂丝女贞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共度这样的一个白色情人节。除了拍卡翕相景点，含真侪种趣味的活动，嘛安排会当对爱情讲出心内话的机会，和现场的气氛是正浪漫。 我真感谢我的太太吼，这50几年来吼，对阮这个家庭的付出啦。3月14就是白色情人节，下坪吊桥边仔的3月4当地咧开会，德山镇公所欢迎民众下当招家己的爱情客来遮散步看风景，过一个有意义的情人节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